我对密宗很感兴趣。前一次我到西藏去，我那个喇嘛师傅介绍我到西藏要拜一个喇嘛。我住的西藏三大寺，我住的是塞拉寺。凡是我们大陆上去的到西藏的和尚，三大寺都有。但是这多数人都是住哲蚌寺嘉荣坑村。我住的塞拉寺。为什么我在北京啊？我认的这个喇嘛师傅啊，他是塞拉寺的，不是哲蚌寺的。但是我到西藏去住哲蚌寺，那么住塞拉寺的汉僧啊反对。但是我们国家那时候我们国家宗教局啊，驻藏办事处啊，那处长啊，他很反对。他说为什么你不住哲蚌寺？对，一个人住的塞拉寺，什么意思？我说我这哪个师傅我住的哪个庙由我自己选择呀，这个没有一定规定的。我说汉僧住在一起学什么？对，况且我这个喇嘛是我在北京融合宫印的喇嘛，他回西藏来，我才跟他来呀。这个印师傅要自己选择呀。对，梦参长老在西藏黄教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学经论5年。依止第10世班禅师赤江仁波切，后又转赴西康等地参学，总计在西藏学习密法达10年之久，受益颇深。抖音。